1973年4月初3，全国交通整顿计划上路到第3天，伫台北路边游园看到真侪违停、超速的情况，警察嘛伫各地加强执法。它的超速呢是行速是72公里，已经超过32公里了，是要罚银元2美元，也就是新台币600元的罚元。1992年4月初3，伫第7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上，长江三峡大牌工程案以1767票赞成，对上177票反对，加664票弃权，确定兴建。但是出席的台湾代表黄顺兴却是提出定数争议，并将本案做重大议案处理，并有2/3以上代表赞成，才可以通过。三峡案顺利过关，全场代表掌声雷动，黄顺兴愤而离席。三峡大坝对通过到建设，一直到2009年完工，争议不断，嘛彻底改变中国三峡一带地景地貌。